感谢已经遮尔详细的分析哦，咱继续来看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准备要带团去美国谈判，按算讲要来降低特定项目的关税，扩大对美国的采购的投资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强调讲，咱绝对有完善的计划，有适当的人选会当去交涉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嘛表示讲，只要确定讲双方谈判的时间、方式，咱国随时拢会当配合。 美国宣布甲台湾扣对等关税32%。总统赖清德表示，台湾已经做谈判小组，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带领，希望谈判会当比较美加密的自由贸易协定，为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来讨论。行政团队嘛强调讲，拢已经准备好势。在4月3号之前，就已经有相关的代表在美方进行任何的沟通。我们觉得有完善的计划，那么有适当的人选可以去做正面的交涉。 只要这个确定谈判的一个时间方式，那我们随时可以跟美国来进行谈判。根据了解，调降关税品项包括汽车甲保健食品，也若扩大采购的部分，国营事业已经完成清点4至10年的采购，包括原油、天然气甲工业设备，而且了解会当伫民间扩大采购互相补助的项目，毋但每2年农业例行采购团。 农业访问团嘛会伫8、9月时阵去美国采购，还会恢复已经暂停真久的工业采购团。我们苏美本身大概8.9亿，好，那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，其实对美国来讲，农产品是一个贸易的顺差，他们每一年输到台湾的大概36.9亿，那我想这个部分。 的整体的一个评估，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市场的萎缩了，因为高关税其实对美国的市场也是不利的。就算前一天杜英泰针对关税邀请调野开国事会议，初要再去立法院议会，要是继续咧抗判，原地施政总质询嘛无进行。 民进党团对南北提出的空壳公投持续表达抗议，都要为台湾甲底线州复调。也若在野的南北党团是批评绿营化假说出来乱，互国会抗判。也若调野下晡嘛会进行杜英泰关税专案报告协商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